禁淫，禁止房事以免绝嗣，患不育症。农历11月23日犯淫者绝嗣。参考印光大师寿康宝鉴，日期从前一天晚上11点算起，到当天晚上11点。2021年12月26日，就在周末圣诞节晚上11点起禁止行淫房事，一直到周日晚上11点。因逢严寒冬天，要固守精气神，冬藏，以免隔年生病。是上半夜啊，换瘾的话难的是，下半夜醒过来，产生淫欲哦，换了瘾哦，女人会死你看害死女人呢。农历11月15，很冷的日子冬天就是要固守精气神，精气神人生三宝。你的精气跟那肾脏元气有关呢。男的有精液，女的有肾脏元气啊。这乃是精神。你由他日担当宇宙，常念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可以减少淫欲。这是农历的11月15哦。你看画红线的，画红线的就患了邪淫的话会，有的会没病，有的会生病，有的会断货带不育症了，有的会减少寿命，有的病啊死啊，减少寿命啊都是要趋吉避凶啊，避凶。这农历的11月，这是农历的画红线的。你看23号换你绝嗣，从22号晚上11点，晚上12点子时又开始算到23号晚上11点。戒淫呢，早上更不能行淫，大伤血脉啊，大伤血脉。